唱歌学乐，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琴啊、瑟啊，恁着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你的诚实到穹苍。上帝啊，愿你权大盘过这个天，愿你的荣光盘过全地。以上，即是要请本堂题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是琴甲香炉第二讲，琴的祈祷，琴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当把拜上帝，阮感谢阮主日有这个福气，会当来敬拜你。但阮要恳求主，你赏赐阮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啊，开阮的心门，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伫9月16的时阵，咱要讲起一个新的议题，就是讲到琴甲香炉。琴甲香炉伫即个启示录上有写到即个部分，就是讲因会敬拜先去用着。所以我提出来一个问题，伫遐问讲，咱毋知咱想象伫即个对面上甲天顶或者敬拜有啥物无共款无？咱可能熟悉是亲像咱每一个礼拜，不管是倒一个教会，可能无共款的形式，但长老会大部分拢是共款，就照着咱周报安尼，为开始准备心，进入到伫敬拜，透过即个开始的序奏、序乐内底，佮有宣调，佮有即个圣诗、祈祷、启应文等等遮个，然后咱进入到领受上帝话语，就是读圣经、讲道遮个，最后咱就进入到伫即个。圣经领受话语了，咱的回应是如何？就是有奉献、有报告，然后受差遣到伫即个倒转到达人的所在。这是咱所知影、咱所熟悉伫地面上的即种敬拜。那伫天顶的敬拜到底是啥物？咱毋知会当想象伫即种情形无？还是讲咱以后当咱徛伫主的面前的时，咱毋知影爱安怎来敬拜，还是安怎来祈祷无？咱伫9月16个时阵，咱讲到第一讲的时，讲到琴甲香炉的这种事奉，因为天顶的这情形，只有最使徒约翰伊伫启示录所写的，咱会当伫迄所在来明白。为第4章开始伫遐写着讲，有一个声价讲来到伫顶面来，然后即个约翰伊就伫异象中间到伫天顶，伫天顶时看见一个宝座。伊宝座下面的时，有足侪伫迄围垒伫迄所在，有4个画面。这4个画面，有一个是狮，看起来亲像狮；一个看起来亲像是牛；一个看起来亲像是人；一个看起来亲像一个鹰，老鹰的鹰伫咧。咱有解释讲，这个4个画面代表是啥物？迄个狮就是讲一切这野兽，这个牛就是讲人咧饲的这个家畜，然后人就是人，鹰就是空中咧飞的这个飞鸟。这4个画面表示讲会当呼吸，所有的画面拢总最代表伫迄个所在。佮有24个长老围围伫即个宝座的前前，24个咱嘛有解释讲，这12个是代表着即个以色列的这12个支派，就是透过这12个支派，上帝选民伫迄个所在，要将这福音来传出去。自早就已经上帝选民来做基础的12个，然后后壁12个是耶稣所竞选这12个使徒，因伫遐开始领受耶稣互伊的教示，去伫遐来传福音，然后遮侪人就开始来为着听到这福音来相信，你我拢是属于这个部分，就是要愿意接受所听到福音，然后来信主耶稣的这个人。所以24个即个长老所代表就是遐自早就已经是上帝选民注定，以及以后佮愿意要来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是上帝百姓这个人。佮加上有这千千万万的天使，以及所有的被造物，这个人拢围立伫即个宝座前的敬拜。伫遐开始来唱讲圣在圣在圣在，早时实在今在永在的神。然后看见这个宝座顶面的迄个人，迄个伊摕一个这个书信伫遐，然后看见顶头有7个鹰啊，封条伫遐。
伫遐讲即个无人会当伫遐拍开的时，约翰讲伊看到安尼，伊就伫遐大哭。然后一个长老甲伊讲，请伊安心，就是有一个受胎的羊羔会去做这项代志。然后受胎羊羔就出现，就是咱所知影耶稣基督。因为对世间人受胎将做一羊羔，就是要救咱世间。当受胎羊羔出现的时，这所有的四个画面，这24个使徒，所有的天使，所有的这受造物，拢总拍落伫这受胎羊羔面前，伫遐开始来唱歌来学乐伊。迄阵讲这使徒，这24个长老，因就摕琴甲香炉伫迄个所在。所以伫顶回时，咱有解释着讲琴甲香炉到底是啥物？原来咱所知影即个天顶的这种敬拜是透过即种方式。所以我毋知咱逐礼拜到伫拜堂来时，你所想象的即种敬拜，你是看见咱即个真安尼熟悉的即种头前即个情景共款，即实际伫迄个所在，安尼还是你看见啥物物件？你咧敬拜的对象到底是啥物？你有去想象，才能讲，逐摆到伫敬拜中间，你去想象伫天顶迄种敬拜，一个宝座顶，一个受胎羊羔，三个做伙时，遮个所有的被造物，拢总伫伊面前，伫遐拍落敬拜。咱到伫主的面前，逐摆咧敬拜时，其实咱就爱有一种想象伫咱中，你就让进入到真深沉的敬拜里。你不再是看见即个头前一个茶醉世界，你不再看见讲是即种情形啦。因为你是面对迄个宝座顶以及受胎羊羔的，迄是一个非常敬虔、非常深沉的一种敬拜的。咱毋知有即种领受伫咱中间无？所以咱伫遐按生运4个礼拜前，咱要来学习着讲，即个天顶的敬拜变咱诚侪咱逐人的敬拜的即种学习的。咱顶回已经讲到即个琴甲香炉的敬拜。也讲起当即个受胎羊羔伊出现的时阵，这24个这长老伊就摕因的琴甲香炉，所以咱伫遐有解释讲，原来琴的意思就是用伫遐娱乐方式来正做因的敬拜甲祈祷。即个炉是啥？伫遐讲迄个炉所请介即个薰，迄个香烟，迄个物件就是啥？就是带着正使徒的祈祷，所以迄个就是一个祈求式。祈祷、祈求方式，即种敬拜甲祈祷。所以原来伫天顶，因的敬拜时，祈祷甲敬拜，其实对咱来讲，拢是共款，就是甲上帝中间的这种交汇，透过敬拜、透过祈祷，有种互通方式。伫天顶的原来是一种娱乐以及恳求的一种结连做伙的一种敬拜的。当然，今仔伫这所在，咱嘛毋茫过后过2讲的时，就要讲到，今仔先讲到即个琴的祈祷，然后咱后边要讲到香炉、金香炉的祈祷，然后咱来讲伊这2个各做伙啊一种的即个祈祷伫咧。那琴即个物件，咱可能讲到琴，咱头一想到可能是即个钢琴嘛，还是啥？但这钢琴是以后的代志啊。咱知影伫圣经中间一开始讲到琴是偌早以前无，伫创世纪就已经有啊。创世纪第4章的21节，伫迄个所在有讲起一个叫做伊的名叫做犹巴，伊是做一切弹琴、分箫的一个人会做，伊是做即个琴，以及即个箫的即种始作伫咧。但是你若过去查搁较详细时，即英文内底是讲到即个琴的是讲，伊是讲即个迄个竖琴。就是敢若有即个弦的物件伫咧是，啊，咱中文的翻译若讲到琴的时阵，你若查即个字典的时，嘛讲所有即个丝弦的造成的乐器，才叫做琴。所以钢琴嘛是透过迄个丝弦落去，还是白亚令小提琴，还是即个吉他啥？即吉他即就是属于即种丝琴所做即个琴的。原来伫足早以前是都有人伫迄所在来发明用即个弦器伫遐个叮当的时阵，佮经过共鸣了时，就有即个音乐出来。但创世纪就有啊，到伫使徒约翰，伊伫遐看天顶的时，嘛是共款用即个琴伫咧。所以看见即个琴，其实是伫即个敬拜中间真需要一种自早的已经有啊，到伫现代甚至到伫天顶时，也应该有的即种琴，就是要成做敬拜中间的一个部分。咱看见大笔，咱知影诗篇中间足侪拢是伊做的，
伊嘛以前阮伫主流咧上做学生的时阵，迄阵的印象讲，代表伊咧饲这饲羊仔是到底咧创啥物？哦，互阮看即张图顶头，就是摕一支细即个竖琴伫迄个所在咧弹，诗情画意共款。你毋知是咧弹羊听无，还是我是毋知。但是知影讲，伊是一个真有即种会当透过音乐伫迄个所在，对伊家己的心有真侪帮助的，包括会当敬拜，包括会当安慰别人等等遮的。咱看见讲，代表伊虽然袂当做即个圣殿。但是伊就安排讲，以后圣殿若起起来时阵，应该有真侪敬拜的。这敬拜要安怎来安排？伊就将这利未人伫迄个所在，甲竞赛288个人，伫遐甲分做24个班厝伫咧，然后日夜拢总无停，伫遐一直咧娱乐个敬拜，透过乐器也好，透过唱歌也好，伫迄个所在敬拜。这写伫历代志上25章的即个所在。咱看见琴为什么伫敬拜中间需要琴？圣经中间嘛有记载几啊项，就看见讲，即个敬拜的琴对敬拜的时阵有伊特别效果伫咧。伫地方记下卷第3章14节到15节，伫遐记载咧，第3章开始已经讲到一项代志，就是讲伫即个亚哈王咧做王的时阵，以色列亚哈王咧做王的时阵，即个摩押即个国家是降服伫即个以色列国，所以因就爱伫迄个出来进贡。但是无拍算即个亚哈王死的时阵，即个摩押王伊就无爱开始无爱背叛，伊就无爱去即个去上贡啊。即个时阵呢，即个新的即个以色列王就真生气，就找即个犹大王，佮找以东王，即三个讲，即三个王想要去拍即个摩押王，因就伫迄个所在就合带兵开始行。无拍算经过7天以后，还未烧战的时阵，发现因已经无水啊，要安怎？迄个时阵，因就有人甲讲啊，附近有一个上帝即个罗卜叫做伊丽莎，咱来个祈祷，来麻烦来找伊，麻烦伊祈祷，会当求上帝帮助咱。因就求啊，即三个王就去找伊丽莎，无拍算伊丽莎看到因的神，就甲以色列王讲：你家己去找你的神吧。因为迄阵以色列因无咧敬拜神，因背个神，背个咱耶和华上帝。但是，搁伫遐求的神尾啊，即个以利沙讲，我是看到犹大王的民主，我伫即个所在来向上帝求。但是你先甲找一个弹琴的来。咱嘛讲迄阵读到遐，已经感觉真奇怪，要去求上帝，应该找一个弹琴的来要创啥物？但是圣经记载讲，当迄个人伫利用记是下卷第3章14节到15节，迄个所在讲，当伊伫遐开始弹琴的时阵，人咧讲，乐师弹的时，耶和华的手就到以利沙。何本讲，上帝的灵就临到以利沙。原来这音乐有真大的这个作用伫咧，伊包括会当安抚咱。互咱真咧真心真念咧浮躁的时阵，互咱会当安静落来。但是伊嘛会互咱咧真兴奋起来。咱看见迄种现代音乐，迄乒乒乓乓的时，哇！遐青年听了以后，开始就安尼震动起来。音乐会当去牵动着咱的这个情绪伫咧。音乐有真大的这个作用伫咧，包括咱礼拜开始的时阵，咱即摆用这个所谓的敬拜赞美，其实这个名应该叫做赞美敬拜。意思就是讲，敬拜有足侪种方式的，咱安尼嘛是敬拜。干那伫迄个所在唱歌、娱乐，然后读上帝话，这嘛是一个敬拜。你干那伫迄个所在用祈祷，嘛是一个敬拜。所以你是用赞美的方式伫遐咧敬拜，所以伊的名应该叫赞美敬拜。你若看咱的，你若认真看咱的因敬的歌的时阵，其实咱拢差不多唱3条歌，头一条歌就是宣调的歌，宣调就要呼吁。既然上帝主名，你就到伫伊的面前来，第一个是这个意思伫咧。第二就尽力娱乐的这个诗歌。第三就伫个所在到伫敬拜的诗歌，互咱会当安尼为呼召咱内心，尽力到一个真关所，然后到伫要敬拜，安静咱的心的时。用的方式就是安尼，为安怎？这会当调旺咱的灵伫咧。用这个音乐的方式，用诗歌的方式，会当真侪咱的帮助。咱关于这先知，伊嘛是安尼，伊要甲上帝，会当伫上帝得到这个上帝的眷顾伫个心中，会当领受上帝话语，请一个乐师来，
弹琴了的时阵，伊就伫遐来接受着上帝灵甲伊讲话。咱佫看见，伫即个扫罗王，伊伫迄所在常常心真无平安的时阵，得记载伫撒母耳上卷16章23节，底下讲对上帝遐来的歹神临到扫罗的时，大卫就提琴用手来弹，扫罗就全身得着好，歹神离开伊。当扫罗有这歹神掂着伊的心的时，开始烦躁不安的时阵，大卫伫遐弹琴。伊就伫遐，迄个歹神就来离开伊去。所以咱看见即个琴，即个音乐，嘛是上帝所赏赐的。透过即音乐的时，互咱伊的即会当带着咱的即个情绪伫遐开始无共款的咧。迄是要来敬拜，迄是真兴奋，迄是安怎？但大卫对即个琴有真深的即个认捌伫咧。咱看伊做诗篇，伊家己伫即个常常用俄罗方式，当即个。约柜要到伫即个耶路撒冷时，伊安怎伫遐跳舞，安怎用即个音乐伫遐来敬拜，伫遐来迎接即个圣殿，咱就知。所以大卫呢，伊真弹琴唱歌学乐时，对伊来讲是有非常的内涵伫咧。伊所以写这诗歌内底，咱常常咱看见诗篇108篇的第1节到第2节所在，伊伫遐就讲。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的心要唱歌学乐，琴啊、瑟啊，恁着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咱看见是即个大卫，伊非常真够用着即种学乐、用琴、用音乐的即种方式来敬拜上帝。我相信，伫咱非常平顺、咱真感恩的时阵，对咱拢感觉即种哇，咱遮尔美好的时阵，咱真容易会当安尼做。但是，若当着你真困苦的时阵呢，你当着你感觉受冤枉的时阵呢，你感觉你受到伫迄所在去用迫害的时阵，你敢有办法安尼？咱今日诗篇57篇的时，一开始伊细字你甲看，伊讲迄是大卫咧，互扫罗王咧对咧入的咧逃难的时阵，秘伫山洞内底的时阵，原来是撒母耳上卷24章所写的故事。扫罗王一直咧掠即个大卫，掠到一个所在，到一个所在，伊伤急啊，想要去变数的时阵，伊就走入一个洞，无拍算大卫就是伫迄个洞内底。所以大卫的这步伐来讲，当上帝将你的救赎已经交伫你的手啊，你会当即阵就甲抬死，因为惊拢无人啊。大卫伫迄所在讲，伊袂使，因为扫罗王是上帝所膏立的，伊敬畏上帝。伊毋敢安尼做，伊只有甲伊的衫伫遐个挂一块起来。扫罗完全无知觉，然后扫罗出去的时候，伊才摕徛出来，该伫遐来画扫罗王，互伊看伊手头所摕是啥物。然后扫罗王伫迄个所在真后悔，讲伊无应该迫害即个大卫，倒来离开无掠伊。但是咱看伊尾后，伊嘛是过来掠伊。但是伫迄个时阵伊写即张批，伊绝对有非常感触伫咧。我去互即个扫罗王。迫害到我毋知要去倒，我若安尼一直咧走，我敢有通会当传食噶？拢无办法传啊！你也无办法种植，啥拢无。佮毋是干那伊一个咧走，佮几百个人地伊，算算才是1000人以上的。伊变啊带这1000人伫遐来耍，伫遐来叮当，佮遮尔侪人咧叮当，绝对真侪人会当看，会当知影得去报。所以伊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形之下面，伊有机会佮会当将即个要对伊的人抬死，伊佮无伫遐做时。这种情形，袂输敢若是一个真困苦，然后看到一个好消息，搁伫遐无，敢若无去把握共款，无去做，然后搁继续伫这种真困苦的时，你会当学乐上帝袂？我相信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拢常常碰到真困苦的时阵，特别最近这消息拢真无好，包括讲什么，连咱退休金都无去啊。包括讲这物资安怎悬，包括这薪水安怎加，这所有的这资料，互咱看起拢是真无好的。等到这种情形，你会当学乐上帝袂？大卫是从对啊到性命得要无，绝对比咱即摆情形更较惨。伊会当学乐上帝，伊伫遐有影学乐上帝。咱看今仔这57章所写的就是安尼。咱看伊为什么会当？原来伊有一个。秘诀就是伊会当挖靠
伊所相信的这个上帝。伊虽然伫这种痛苦、真惊吓、困苦的中间时，伊犹原用弹琴来吟诗来讹乐上帝。为什么伊会当呢？伊用的方式是啥？伊会专心伫遐来挖靠，伫遐来求救、呼求。咱今日台语华语圣经讲是投靠甲求告，咱的圣经来，咱的新约咱的台语内底是讲，伊伫迄个所在啊，伫遐来挖靠上帝伫咧，诚做伊的帮站。为什么伊会当安呢？伊伫即个所在所讲的迄阵的57章的即个情形，咱拄则已经讲起啊，是即个伊的救赎非常凶猛的时阵。伫啊57章的第3节，伫遐讲，伊要吞食我，毁谤我，伊要吞食我，要毁谤我。毋然安尼到57章的第4节，佫讲，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我倒伫亲像火刀的世间人的中间，因的喙齿是枪，是剑。是剑，因的指是来刀，佮带落去讲，因甲我的骹步设罗网，坐我的身形。咱看见是一个真危险的这种情形，伊毋知要安怎好，无所挖靠，因为王咧撩我，毋是一个人咧撩，是王。这个国家拢是这王咧管的，伊伫遐咧撩我是要安怎会当安尼？伊伫这种情形下面的时阵，伊伫遐要安怎会当继续来学乐？因为伊挖过就是上帝的这种权大伫咧。上帝伊伫遐讲，愿你的权大，57章第52条，愿你的权大搬过遮个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佮到第57章第3节讲，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要救发出伊的慈爱甲伊的诚实。原来伫大笔的心中有一种挖靠伫咧，伊要去挖靠是挖靠，因为即个上帝是遮尔啊权大的，即个权大的上帝安怎要来帮助着伊？所以琴的即种祈祷是啥？伊毋是讲一直讲我是安怎，我是安怎，我是安怎，伊是讲我要挖靠迄个到底是安怎？迄个逐日我来挖靠啊无？所以咱伫遐看讲琴的即种祈祷，原来就是讲你会当专心去挖靠。你让专心伫迄个所在来求救无？你要求救至关的上帝无？你要挖靠你的即个你所相信的即个上帝啊无？伫57章的第1节甲第2节时，伫这所在就是讲安尼：我要求救，我要晓伫你的心，我要挖靠伫你的即个十个的。原文中间的即个华语版叫做投靠甲求告，其实伊咧讲是迄个投靠，要去投靠神，要去晓伫什么人迄时阵，伫非常危难的时阵，伫避难的所在，伫要寻求庇护的时阵，已经无望啊！需要有人伫迄所在，甲伊热看，甲伊帮助的时阵，伊去到伫迄所在，伫迄种证明，伊所做是啥物？去晓伫倒一个所在，这就是原来咧讲即个投靠意思，毋是讲我即马就。安尼也好，安尼也好，也无要紧啊，陪在迄个所在来靠伊就好啊。啊，若无咱再过来别位，无是非常迄个危险到已经无办法的情形之下的人，你去挖靠着什么？过来迄个伫迄个所在讲求救，迄个求救英文讲 cry out， 大声哭出来。迄种我无袂使，迄种我要救什么人？你袂去凊彩向一个毋捌的人伫遐来哭嘛？你在你向迄个，你会当挖过呀，要互伊知影你心内艰苦到底是啥物？你再伫个面前，伫遐将你的心交出来，共款，伫遐大声来哭出来，伫遐呼求。代表伊的情形就是安尼。伊伫真危险的时阵，伊伫遐用即种方式伫遐来求救伊的上帝。为什么伊会当安尼？因为伊知影伊的上帝是逐日伫迄个所在来学乐，所以伫57章的第7节时，伊伫遐安尼讲：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要学乐伊。伊有即种坚定的即种决志伫咧，甚至伊嘛有个行动来。伊讲：我的灵啊，我的神啊，你着爱精神起来，琴啊瑟啊，你着爱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原来。
代笔来对代笔来讲，伊为虾米会当有遮尔会当去投靠，会当去挖靠，会当伫迄所在求救的时，因为伊知影伊所挖靠的上帝到底是安怎的上帝。所以最后，伊就伫遐当得到结果，伫遐来讲，过来7章的第90到第11来讲，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你的诚实到强冲。上帝啊，愿你悬大盘价主的，才会天，愿你的阳光盘价全地。这就是代笔，伊为什么会当话？因为伫这种因为安怎？因为伊所相信的是神是啥？是主爱的神，是诚实的神。佮因为伊管个全地，管个遮个天，所以伊是有权柄的神。咱咧讲，你会相信的神，有这三个这种属性伫咧是，伊是一个有权柄的，无人比伊较大的。然后伊是主爱的。伊是美善对你好的，主要意思就是讲对你好，伊袂所在来设计你，伊所讲的、所想的、所做，拢是为着你好。然后伊所讲的话，拢总永远有效，就是伊的英文，伫这本圣经所写的这，拢总8000几个英文，拢总有缘有效。伫你的心中时，你要去相信啥？你要惊什么人？才会甲咱讲就是安尼。代笔，伊就是这种深深的相信伫咧。伊知影讲，伊所相信的是这种的上帝，是一个有权柄的，伊是慈爱的，伊是诚实的。伊以前讲的话到现在，过去、现在到以后，拢总伫迄所在要实现。那呢，当然伊会当伫迄所在专心挖靠，伫迄所在的呼求这个神成做伊的帮衬。但是你毋知有想着讲，伊伫迄种情形下面，这个扫罗王咧找伊的时，伊竟然毋是伫遐咧讨讲，主啊，你互这个救赎安怎？你都要去救我安怎？伊无伫迄个所在讲这个代志，伊点的是用学了这个神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知伊所需要是什么。所以咱关于讲这个琴的这种基督的模式呢，乃是讲你专心挖靠，然后你就坚定来学了上帝，然后你就会当伫迄个所在学了，因为你有这个确信，上帝要帮助你。我毋知你讲到这，你有去想到？这是旧约，互咱看见代笔一个伊的这种体验的。到底新约时，主耶稣甲咱讲的，伊讲你无必要来烦恼，明仔载要穿什么，明仔载要食什么。你爱烦恼是啥？你有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无？因为上帝知影你的欠缺，所以讲你得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你这个欠缺，伊拢要赏赐互你。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以前我记袂啥起来，即摆足好记633，马太福音第6章33节，甲咱讲，你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物件拢要互你。我感觉这是新约甲旧约一种呼应的。代笔伊有伊的困难点，但是伊无求这到底要安怎？伊伫迄个所在直接高心出来，我要挖靠我的上帝，我要求我的上帝，因为伊安怎？伊的慈爱。伊的诚实，伊的这权柄，管过所有的天地咧。伊就求这就好啊。上帝知影伊所需要什么，上帝就要来帮助伊。所以我毋望咱伫学习的地方来学习讲，咱要祈祷时要安怎祈祷。伫遮写来讲，你来想看看觅，讲你毋知有啥物代志要专心来挖靠上帝无？还是你要安怎专心来称赞、学了咱的敬拜咱的上帝？所以即摆若是要互你伫遐来专心敬拜上帝时，你毋知会当用3句话，你要用倒3句话？即正对咱的操练，咱倒转会当学习。即慢仔早，你着将上帝的即种属性甲讲出来。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有权柄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啥？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你圣经你个变起来时，足侪有一本册咧写咧上帝属性，写几10项诶。伊是永远无变，伊是疼人，伊是无愿意一个人沉沦的，这拢是上帝伊的心意的，就是你爱学落这个部分。当你若用这种学落时，就敢若亲像安尼代表上帝知你挖靠着伊，伊知你除了伊无别人啊，伊就要来帮助你。
等你来三心两意的时阵，啊，你就有别人啊，啊，无你就别人去帮咱得。所以甲咱讲，除了我以外，无别的上帝。你表现出来就是除了上帝以外，你无别的上帝。我非常认捌你，因为我将你爱学了，我拢讲出来。你想上帝感觉讲你是有啊无啊好，拢好噶，无伊知影你只有伊呐，只有伊会当帮助你，所以伊自然就来帮助你。毋茫咱伫这操练中间，你的祈祷、你的敬拜，要安怎深沉到伫迄个更较深沉的这种祈祷，参像约翰伊看见伫天顶这种祈祷，你来学习用这种方式，用琴的祈祷。然后最后，你就会使伫迄个所在来讲，愿上帝啊，愿你关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咱伫即礼拜有小组中间有即几个问题，请咱来学习。我咱学习讲，你转去来想讲看琴的祈祷到底是啥物？咱后边会去讲到即个香炉的祈祷，香炉的祈祷才是祈求的祈祷。琴的祈祷是一种阿乐的祈祷，阿乐因为你的上帝是遮尔啊悬大，伊是慈爱，伊是诚实，伊是信实的。你若倚靠伊，伊就要帮助你。伊知只有倚靠伊的时，伊自然就会当来帮助你。毋茫咱这琴的祈祷，常常伫咱的祈祷中间，咱会当来使用着。咱的祈祷不在一日间，伫咧讲。我要伫啥？我求啥？咱换一个方法来向主来献上咱的感谢，咱的阿乐伊，伊知咱的欠过，伊就要帮助咱。愿上帝祝福咱所有人同心的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透过代笔伊所写的诗篇，阮伫来看见，伊伫困苦的时阵，伊有缘会当用阿乐的方式伫来敬拜上帝，因为伊知伊所倚靠的神。乃是迄个有权柄、迄个慈爱、迄个信实的上帝，所以伊知阮逐人的即个需要的，伊知影代表知上帝知影伊的需要，所以伊伫遐毋是求着伊爱望的当怎，伊就将只有阿乐即个阿乐伊所相信的上帝的即个的属性伫咧。阮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的祈祷会当进入到较深沉的即种祈祷。阮不再是干那伫迄个所在咧恳求那定，阮爱常常来学乐，常常来献上阮的感谢。你帮助伫阮灵命的操练，以及阮的属灵的这种追求中间，会当愈来愈坚定，也愈来愈进步。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要同时用主所教示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都是。阿们。